云林县政府伫土库的月港国小来成立智慧教育中心，互小学生拢会当实地来操作到智慧科技的设备，他来培养未来科技的人才。 由学生介绍新的智慧教育中心内的设施甲功能，为了落实学生的数位科技教育，增加相关的学习资源，云林县政府伫土库月港国小成立智慧教育中心。教育就是我们要翻转整个云林县啊，大家对于它课本跟传统的印象，甚至呢，教育也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。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学习呢，他们在国中开始接触这个科技课程的时候，才不会造成那个各国小呢课程落差太大。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智慧教育中心这样子的一个建制，来把整个国小的这个落差尽量把它拉平。透过智慧教育中心6大主题馆，让囡仔会使实际体验到相关的技术，了解各行各业日后会安怎甲智慧科技结合，互因有全新的眼界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